好快嚟到社民連攤位啦。咁而家呢隻唔係雕圍牛啦，呢隻叫真劍牛啦。就唔知真劍牛做緊乜嘢啦？聽下真劍牛講緊咩先。社民連嘅攤位啦，好多紮鐵嘅朋友啊都過嚟呢度聲援啦，仲派緊買 video 嘅單張啊 ，OK， 多謝晒咁多謝社民連先嚇。所以仲有，大佬，買 video， 黃毓民復出，勢如破竹 ，OK。社民連兄弟啦，我買 video 嘅，買 video 嘅，揸鐵佬，揸鐵佬，揸鐵佬，好嘢！自己嚟嘅，我哋社民連啲人就全部自己嚟嘅 ，OK。撐大家嚇，加油加油！太行過啊！多幾句啊！有冇多幾句兄仔？合理公司還有合理工時，加油加油！做下課，罷工有理，罷工有理啊！即係咧，覺得咧20年來咧未試過罷工嘅，而家有個罷工嚟咗咁長嘅，接近3個星期啦，你點睇咧嚇？繼續講緊到核心到底！好，好，加油！嗱，嗌個口號先，兄仔，嗌個口號！加油加油！還我合理工時！揸鐵佬，揸鐵佬好嘢！加油啊！加油！揸鐵佬好嘢啊！嗱，我哋啲社民連兄弟咧，一路喺度派緊水俾啲遊行嘅朋友嘅。大家加油！睇下先呢個，哇，重到咧！我買威條，即係社民連啦嚇。標紅牛，標紅牛。點睇啊？呢次社民嘅呢次工潮，靠晒你啦！唔係靠晒我哋啊，大佬嗰邊支持佢咯。嗱你第二個啦，罷工未試過啦，20年未試過啦。咁你未出世啊？你點睇呢次罷工啊？出世啦，20年未試過罷工啊，其實20幾年。20歲，你未出世㗎啦，你點睇咧？好咩咯？好感動咯。OK， 多謝你啊！第二個就唔係下流啦。之後揾個識講嘅先屌。機大啊，佢哋嗰班。機大電。機大後邊啊，機場大後邊。你電後啊嘛，大學生叫電後啊。唔好搶你兄弟機睇先。啲大佬打到風頭。